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。你看，最近中央太阳机，今天的信息选中孙中山站第八个机制。您好，观众朋友，这里是西藏卫视。本周龙天烟真烈梦节特别龙天线版生活广播影视文化频道。消灭甄别，南木乔瓦多，萨多鲁女卫，同日吉里扬。